另外來看，飯時山因為西炭地互人破壞了，和國際自然保護聯盟是已經列做強美斷種的動物。在海保署最近甲新加坡的海生館，也有咱國內的研究單位合作，頭一擺推動飯時山的國際復育，成功甲一隻佇新加坡出世的飯時山野放去台東的外海。保育人員偷偷甲網仔內底飯時山放出來，看機看收轉去大海。這是台灣頭屆參加飯時山的跨國復育計劃。海保署表示，頭像巷仔魚，身軀像鯊魚。飯時山其實是一種巷仔魚，因為生長慢、惡生炭，國際保育組織已經列為極危動物，野外斷種的風險真懸。不只個台灣因為欠缺研究的資料，甲單極無法度列為保育動物。這回透過甲新加坡海生館的跨國合作，望透過衛星信號器的追蹤研究，會當對飯時山有進一步的了解。有一隻已經在去年5月生的，那現在已經長大到1.5米左右。那希望能做這個標示放流，把它回歸到我們東部的海域來做一些比如說那個它的回游路徑，或是它的棲息水深跟溫度的。這尾飯時山魚母是新加坡對台灣東部海域賣斷去探種的，這回甲生的魚仔囝送轉來台東外海野放。海保署表示，整個計劃動員國內真濟單位，高科大是負責到信號器甲後續的追蹤，立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是負責魚仔對落機場開始的運輸，一直到野放進前的照顧。海生館表示，飯時山日已經完成野放，望會當互伊的斷種危機得到改善。它們的數量已經都是越來越少，那大部分的原因都是跟人類的活動有關係，尤其是漁業活動的一些混獲。那在這個保育工作上，必須要去有一些介入，那希望能夠延緩這些動物它們在野外數量逐漸減少的一個趨勢。根據國際保育組織的評估，這45年來飯時山全球的族群數量已經減少超過80%。不過因為調查困難，無法度有一個明確的數字。海保署表示，飯時山不是保育類，希望抓到免通報，閣定都私底下買賣。因對112年開始委託團隊去調查，雖望甲大家發現11尾，不過也是無法度代表什麼。記者柯家從高雄高雄報道。